家好，歡迎大家收睇由華播為大家預備嘅廣播節目。我係周安新牧師，今日繼續同大家去分享認識猶太文化裏神嘅名字。神係一個動詞，第五篇，一二三四五，第五篇。我哋繼續喺第五篇去認識神嘅名字。神嘅名字係好獨特嘅。神嘅名字，今次我哋去睇咩咧？就係 Yahweh Jireh，Yahweh Jireh。上帝耶和華係會供應嘅。呢句說話你聽落去係會好舒服，或者你會好感恩嘅。回顧我哋人生嘅路，我哋有缺乏嘅時候，有不足嘅時候，上帝聽我哋嘅禱告，上帝聽我哋嘅需要，按時候供應。呢個係一個好得無比嘅信仰經歷。當我哋講耶和華以勒，耶和華以勒 Yahweh Jireh， 呢個係正正係講上帝一個嘅屬性，一個嘅性格性情，係好關愛人嘅需要嘅，從舊約開始。所以當我哋講耶和華以勒嗰時候咧，我哋存感恩嘅心。耶和華以勒呢個名字或者呢個故事係從邊度開始呢？創世記第22章13到14節。大家如果熟悉摩西五經創世記，當上帝要求耶和華將佢嘅兒子獻上嘅時候，去到創世記第22章，耶和華以勒呢個名字就出現啦。我哋嘗試睇下熒幕裏邊嘅經文。亞伯拉罕舉目觀看，看啊，一隻公綿羊兩角纏在灌木叢中。亞伯拉罕就去牽了那隻公綿羊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為耶和華以勒。直到今日，仲有人講咩啊？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喺我哋嘅人生嘅旅途當中，從我哋出現出世喺呢個地上，去到今天，我相信上帝供應我哋好多嘅。可能係我哋有缺乏嘅時候，上帝就想我哋學習一個忍耐等待嘅功課。當我哋繼續睇落去，耶和華以勒，耶和華以勒係希伯來文對上帝嘅稱呼，耶和華必預備。當去到創世記22章，當時亞伯拉罕信靠神，讓神預備祭物為佢嘅兒子以撒，象徵住上帝神主動預見佢子民嘅需要。好似爸爸媽媽咁見到兒女嘅需要，按時候供應，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奇特令人感恩嘅相遇嚟㗎。當我哋講起源，亞伯拉罕將神喺摩利亞山上邊預備嘅嗰個地方命名叫做耶和華以勒，以勒 Jireh 呢個字係喺希伯來文叫Ra'ah，睇到。上帝睇唔睇到你啊？睇到。你爸爸媽媽睇唔睇到你啊？睇到。照顧、看顧、預備，正是喺一個人神之間一個互動啊。所以點解講神嘅名字係一個動詞呢？上帝見到我哋嘅需要，上帝照顧我哋嘅需要，上帝為我哋預備，強調神係能夠預見未來嘅需要，同埋喺需要嘅時候就準備一切。當大家睇到熒幕上呢幅圖，當然呢幅畫呢係昔日嘅畫家將亞伯拉罕獻祭個兒子嗰時候畫出嚟嘅圖畫嚟嘅。呢幅圖畫每次見到嗱，呢幅圖畫對猶太人嘅感覺
同對基督徒嘅感覺係不一樣嘅。猶太人對亞伯拉罕獻以撒呢一個故事，呢個經歷，去到今天，直到今天，猶太人都喺每一年嘅佢哋嘅節日當中係紀念嘅。可能對基督徒嚟講，亞伯拉罕獻祭獻兒子，只是舊約聖經一個故事而已。咁讀完之後，會點啊？你可能記得，可能唔記得。所以，當你如果想進一步了解猶太人對亞伯拉罕獻祭獻兒子嘅故事，佢哋有咩睇法咧？喺猶太人嘅拉比啊，猶太人嘅拉比，佢哋嘗試將亞伯拉罕嘅生平嘅一生，佢描述佢哋係有10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10個嘅危機或者事故係重要嘅，所以獻以撒對猶太嚟講呢個係好值得紀念、好值得學習嘅功課嚟㗎。喺猶太拉比嘅眼中咧，撒拉之死亞伯拉罕嘅太太死咗之後，因此咧佢哋對亞伯拉罕獻以撒嗰時候係有啲討論嘅。我唔知今日會唔會係大家嘅討論？討論係咩咧？究竟亞伯拉罕獻以撒嗰時候，以撒幾多歲啊？大家諗諗呢個問題。當亞伯拉罕獻以撒嗰時候，以撒大概幾多歲？喺猶太人嘅眼中，或者喺佢哋嘅計算當中咧，就發覺，唔係喎，亞伯拉罕獻以撒嗰時候，佢應該大概37歲。大家有冇諗過以撒歲數嘅問題？所以第一個觀點咧就以撒係37歲。呢個可以有點樣講啊？年月久矣啦。呢個好難去計算得準確，只是對以撒年齡嘅一般上邊嘅討論或者認識啦。第一個觀點就係以撒係37歲。第二個觀點咧，以撒係後生啲嘅，15到20歲，15到20歲可能同今日教會年青人嘅年紀差唔多，年紀嘅差唔多。最後第三個觀點，以撒係一個幼童，可能係一個 kids 嚟嘅啫。咁所以當我哋研讀聖經故事，其實會引發我哋好多討論嘅。以撒係37歲，以撒係15到20歲，以撒係一個幼童。當然唔同年紀引發你去思考，或者討論呢個問題係不一樣嘅。當我哋進入去講到耶和華以勒，耶和華以勒喺昔日佢做過啲乜嘢？今日我哋預計上帝做到做到啲乜嘢？耶和華以勒講俾我哋聽咩啊？神係察看我哋嘅需要，察看我哋嘅需要。上帝知唔知道你冇啊？知。上帝會唔會供應啊？到那時候，必預備替代者，預備替代者。呢個好有意思㗎。當我哋討論亞伯拉罕獻以撒嘅時候，如果喺故事當中，上帝耶和華冇為亞伯拉罕預備，咁即係點啊？咁要獻佢個兒子咯。咁所以，但係故事冇類似咁樣發生啊嘛。所以當你讀聖經新舊約聖經，你知道亞伯拉罕上帝豁免用一隻羊去取代咗佢個兒子以撒，但係去到新約聖經，上帝獻上佢自己獨一的兒子，係為歷史救恩準備替代者。呢個好有意思㗎。如果你將舊約同新約拼埋一齊去研讀嗰時候咧，你會發覺上帝嘅救恩計劃都係為我哋準備替代者。
信靠神。耶和華以勒講俾我哋聽咩啊？你要信上帝，上帝會為我哋預備，特別喺苦難同埋試煉當中。所以去到創世記第22章咧，亞伯拉罕經歷試煉，大家有冇經歷試煉啊？大家有冇試過貧窮嘅時候啊？大家有冇發覺喺你不足，上帝供應你啊？當我哋讀到馬太福音6章25到34嗰時，耶穌強調神呢個屬性嘅，你哋唔好為自己嘅需要憂慮。我哋一生人，我哋從出世去到今日，我相信我哋每一個人曾幾何時都會為我哋人生路上邊嘅嘢憂慮嘅、擔心嘅。讀完小學就讀中學，讀完中學就讀大學，讀完大學要出嚟揾工做嘅憂慮。當你知道耶和華以勒係供應嘅上帝，將你嘅憂慮交俾上帝啦，因為神知道我哋嘅需要，並且供應，所以我哋耶穌教導我哋咩啊？將你嘅焦點放喺上帝的國。今日大家嘅焦點放喺邊度啊？放喺地上我哋好多需要嘅嘢嗎？呢個名好有深刻嘅意義㗎，講俾我哋聽好多嘢㗎。呢個名講俾我哋聽乜嘢啊？就係神係信實嘅供應者，係一個好 reliable 嘅 supplier。耶和華以勒最直接嘅意思係咩啊？上帝睇到人嘅需要，並親自供應所需。上帝睇到你嘅需要，並親自供應所需。好多時候我哋係心急嘅，我哋焦慮嘅，我哋好快成事嘅，但係上帝話，到那時候，所以神預備一隻公羊作為一個替代嘅祭物，表明咩啊？神嘅供應常與人嘅信心信服有關嘅。好多時候我哋信上帝，但係個心會點樣啊？上帝好似信唔過，因為我祈求等待都未即刻見到嘅。信仰係一個歷程嚟嘅，信仰係你同神互動之間一個關係嚟嘅。神總喺最適合嘅時候供應。咁你話乜嘢係最適合嘅時候？我而家就想要啦。上帝話你等等，最適合嘅時候，也許到或者也許未到。神嘅供應係完全同埋足夠嘅。上帝是信得過的，所以耶和華以勒講俾我哋聽咩啊？神唔係好遙遠、好 remote 嘅神，而係一個好細心看顧、積極介入佢哋子民生命當中嘅神。所以當我哋講耶和華以勒嗰時係講得輕鬆嘅。我知道上帝會介入我哋嘅生命當中。好，我哋再睇落去，我哋從耶和華以勒呢個名，我哋強調神嘅試驗同埋人嘅信靠、等待、忍耐。所以喺創世記22章咧，唔係淨係講供應上帝準備咗隻羊啦，準備咗啦，而係講信心同埋信靠。人神之間除咗互信之外咧，係要講信心、信靠。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功課嚟㗎。所以喺創世記22章8節點樣講啊？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神係有一手、兩手、三手，好多手嘅準備㗎。咁所以我哋安然信靠、安然信任上帝。呢個歷程裏邊咧，當你越有信心去忍耐、等待咧，你會經歷更多㗎。所以耶和華以勒教導我哋乜嘢啊？信心，信心先於理解。你諗諗呢句說話點解？信心先於理解。好多時候我哋要理解咗先至係信心㗎喎。咁你話要明，講得明，講得清清楚楚。上帝個 approach 唔係咁樣嘅，我哋信仰個 approach 亦都唔係應該係咁嘅。
信服常常先於祝福。上帝俾我哋嘅祝福唔係唔俾嘅，而係好多時候我哋係想上帝祝福咗之後，我就會信服。原來唔係㗎，你信服、信靠上帝嘅恩典就嚟啦。信靠神係一個聖約關係嘅核心，信靠神。所以當我哋話我哋要學習認識神嘅名嘅時候咧，呢個只係一個開始。認識上帝之後，我哋要信靠上帝，count on our God。呢個係我哋嘅聖約關係嘅核心嚟㗎。跟住第三，我哋睇有咩啊？代替性嘅獻祭，代替性嘅獻祭。所以亞伯拉罕獻以撒帶出嘅神學意義係咩啊？代替，有代替者被預備，使本來應該死嘅人得以存活。呢個就係整本聖經救恩，上帝嘅拯救嘅基礎嚟㗎。如果我哋又去睇翻利未記嘅獻祭嘅制度，逾越節嘅羔羊，大家都知啦。逾越節嘅晚上宰咗一隻羔羊，將佢嘅血搽喺門楣上邊，跟住就係先知書嘅救贖觀念。當大家打開先知書嗰時，往往你會見到先知不停咁呼籲以色列嘅子民回歸到上帝嘅國度裏邊，以致得救贖。最後係指向彌賽亞嘅盼望。今日猶太人亦都係期待緊彌賽亞，基督教我哋嘅信仰亦都係期待緊彌賽亞。不過喺彌賽亞個盼望上邊咧，猶太教或者猶太人嘅信仰同基督教嘅詮釋係有啲不一樣。耶和華以勒係預表咗更大嘅救恩嘅救贖模式，代替以致得到拯救。如果我哋用呢一個心態，耶和華以勒明白神供應嘅心態去期待救恩咧，我哋應該好輕省嘅。耶和華以勒第四方面就係將敬拜同神連結埋一齊，神嘅供應。當亞伯拉罕喺摩利亞山要獻以撒嗰時候，呢個地方同耶路撒冷嘅聖殿有好密切嘅相關㗎。你讀歷代志下3章1節，好重要嘅，有三方面係重要。獻祭，其實最重要嘅獻祭，當你讀到保羅嘅書信，保羅點樣講啊？你將我哋嘅生命獻上。昔日可能獻牛、獻羊、獻斑鳩等等，但係今日我哋信仰要面對，你願意將我哋自己獻上俾上帝嗎？敬拜，大家有冇諗過敬拜嘅意義去到邊一度啊？敬拜嘅意義唔係你話，我每個周日、每個主日我都返教會，我唱詩㗎，我好大聲唱㗎，我有唱詩班㗎，等等。如果你去返舊約聖經睇敬拜嘅意思，應該更加多嘅，更加多層次嘅。層次係咩啊？在每一天我們的工作裏，我哋工作，我哋接觸嘅人，我哋接觸嘅事，去榮耀上帝。所以6日榮耀上帝，當我哋工作嘅時候，第7日即係安息日啦嗰時候，安息日嗰時候，我哋喺教會，我哋都會停落嚟，讓我哋嘅身心靈獻上神嘅供應。神嘅供應，如果你挑戰大家啦，如果你對神俾你嘅供應，神俾你嘅供應，你試下列張清單啦，列張清單，從你自小成長去到今天，你本來冇嘅嘢，你試下寫低啦。你明白神俾你嘅供應係好豐富嘅，所以耶和華以勒唔係經濟
上邊嘅供應。今日咧，爸爸媽媽又俾多咗啲零用錢我啦，唔係講緊呢啲嘢，係講緊屬靈嘅供應。你同上帝之間嘅關係嘅默契有幾親密咧？幾 intimate 咧？呢個係需要諗噶。好，我哋繼續睇落去，堅固聖約嘅神學。耶和華係同人立約嘅神，以撒係聖約之子，神應許俾亞伯拉罕嘅後裔。神保守以撒，表明乜嘢啊？神對自己嘅應許嘅信實，因為神祝福咗應許咗亞伯拉罕嘅子孫，好似沙灘上面嘅沙，天空上邊嘅星那麼多。神對救贖歷史嘅主權，神讓以色列人昔日走嘅路，去到今日。今日我哋喺信仰走嘅路，係連接住猶太人嘅信仰嘅。神嘅聖約計劃絕不落空。問題就係神唔會落空，問題就係我哋作為信徒會唔會落空？我哋唔可以恃住話耶和華以勒，上帝供應我哋，咁我哋就翹埋雙手唔使做嘢噶。耶和華以勒啟示俾我哋咩啊？神係我位保守佢救贖計劃到底嘅主。呢個係好大嘅應許噶，但係信仰我哋需要積極參與。第六係咩啊？顯明神睇見。神睇唔睇見啊？睇見，睇見同埋預備。上帝係有反應㗎。上帝個名以勒係一個動詞嚟㗎。上帝見到，上帝看顧，上帝預備。所以上帝嘅反應唔係臨時㗎。我見到你有需要我就做啦，唔係啊，而係話見到早知就為你預備。所以一個咁有愛心、咁愛我哋嘅神，咁為我哋預備嘅神，我哋點可以冇反應呢？好，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去到呢度，可以講一個結論。耶和華以勒喺舊約嘅神學嘅重要性，佢啟示咗咩啊？神係一個供應者，一個 supplier，亦都係一個守約者。言出必行。嗱，人需要喺呢方面反省㗎。我對上帝嘅約，如果你話你係一個新約嘅信徒，你對新約嘅約，你守咗幾多？嗱，呢個唔係守律法啦，係守你個心對上帝信仰嘅 loyalty，嗰個叫做乜嘢？堅信。試驗人信心嘅主，預備代替性祭物嘅神，維持敬拜嘅主，掌管救贖歷史嘅主權者。上帝耶和華以勒呢個觀念係好豐富㗎。耶和華以勒教導我哋咩啊？神不只係一個要求人信心，佢自己亦都係親自預備完成佢旨意所需要嘅一切。哇！你要嘅上帝知，你要嘅上帝為你預備。呢個喺舊約裏邊表達得好清楚㗎。神嘅供應不僅實際，好 practical 㗎。上帝唔係同你講神哲學㗎，上帝係同你嘅日常生活嘅交往連結在一起，所以更係一個救贖性嘅啟示。好，今日同大家分享耶和華以勒已經講完啦。下一篇第六篇同大家分享神嘅名字係咩啊？耶和華拉法 Yahweh Rapha，Yahweh Rapha， 主係我哋嘅醫治者。當然我希望大家弟兄姊妹，我哋身體健康，讓神保守我哋嘅生命，讓我哋每天走落去。但係當我哋有病、有軟弱、有不足嘅時候，我哋期待我哋嘅主、我哋嘅神
去醫治我哋。咁所以下一次第六篇係同大家講耶和華拉法。耶和華拉法係一個拯救醫治嘅神。話呢個名已經好充足啊！上帝唔係單單一個名，上帝係一個動詞。上帝醫治，上帝醫治有病嘅人，上帝醫治有病嘅我哋。當我哋講耶和華拉法同大家首先分享出埃及記第15章26節，點樣講啊？你們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話，行我眼中為正嘅事，側耳聽從我嘅誡命，守一切嘅律例，我就不將我加在埃及人身上面嘅疾病加在你們身上，因為我是耶和華拉法。出埃及記15章26節。希望呢一段聖經成為我哋生命裏邊嘅支持激勵讓我哋鼓勵我哋行在耶和華眼中為正嘅事，聽佢嘅誡命，守佢嘅律例，讓我哋嘅身體健康，讓主每天與我哋同行。今日同大家分享去到呢一度啦，下一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下一次再見面，拜拜。